總統賴清德本地要出訪非洲友邦史瓦蒂尼，不過飛行許可去予摩里西斯等3個非洲國家來取消。響頂轉法庭，也摩里西斯的媒體曝光摩里西斯自頭到尾攏無核准任何的飛行申請。咱總統府回應國際表達的立場，就是反對中國用政治施壓愛第三國臨時邊境航權。Your Majesty King Mswati III。親就是總統賴清德的聲音，史瓦蒂尼上典禮舉行，就佇賴索托總統致辭的時，典禮人員刷誤報賴總統祝賀影片。賴總統決定出訪史瓦蒂尼，刷予中國打壓。塞西爾、摩里西斯等3國突然取消飛航許可，形成臨時法庭。不過摩里西斯媒體刷引用當地政府人士的講法，講摩里西斯自頭到尾攏無核准任何飛航申請。國際上的立場共同都認為，這是由於來自中國的施壓。國際所表達的立場是反對北京以政治施壓，讓第三國臨時變更航權這樣的方式發生。跟這個史國這麼長久以來的這個友誼，我想非常穩固。在非洲的話，那麼中國在這邊部署已久，透過收買、透過等等。外交部閣一擺表示，加蘇國會幫其穩固，那特赦人選歸安會回應後手有明確安排，都會甲大家報告。另外，對華一邊宣布10項涉台措施，另外一方面，閣繼續打壓台灣國際空間，讓賴總統無法度出訪，是對華定向的兩手策略，想要複合式施壓台灣。接待這個國民黨主席的這個訪問團啊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下了這個粗暴的手段，阻撓我們國家元首出訪啊，這個就是一手硬一手軟的一種對台策略。據隨前呼籲對華愛互相尊重，透過溝通對話取代施壓，兩岸關係才會當走向良性的互動。也閣表示愛佇對等尊嚴，無有失任何政治前提的基礎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